华视在地新闻，乡亲啊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新历的4月26日，旧历的3月15，礼拜一。后来这个顶礼拜，台北市松山警察分局召去互人冲入去闹代志。啊，讲新北市新增的光华派出所嘛拄到类似的状况，但是无同款的是，这届警方是大动作，强力来执法，把人总抓起来。原来是警方抓倒来3个毒贩啊。 其他的人借口讲要来送早顿，结果是到派出所大声吵闹，搁甲远景来叫垃圾话。人这警察都毋是软啊讲，当场就甲人总抓起来，依法上班。警察打人啊！警察打人啊！这群人不满朋友因为卖毒品，互人抓去，阵呢3个半暝去派出所，假讲要送早顿互朋友。回来！ 远景当然记者，因过这群人是见小灯上去，徛伫派出所门口开始大细声。另外，还有人对远景骂一寡垃圾话。我刚刚吃饭了没？你在干什么？你要明天早上吃早餐了。伫这个时阵，比例嫌犯嘛无安分，做完笔录要转手印的时，趁远景无注意，这个姓蒋嫌犯拍这个姓李的一个远景。 第四，这个远景鼻骨鼻气面嘛受伤，边个同事就看到出状况尔，遂出手做伙将这个嫌犯甲压制掉咧。 所长一个听到相拍声，随冲出来，对这阵挑战公权力闹代志的民众强势执法，随甲铐起来。毋但骂警察闹代志，佮闹去到派出所，在地人嘛讲，即卖远景拢是用苦劝方式，或者有心闹代志的人，佮较唱秋。歹教啦，足歹教啦，即摆拢会囡仔都唔係要怎教啦，即摆拢甲坑尔。 啊！你把坑都无效啊！把餐点丢在我们值班台，然后直接跟远警呛虾，在大闹派出所。那所长看到以后，立刻就冲了出去哦，制止。警方依法抓人，却互这有心的人士大闹派出所，最后依照妨害公务抓4个少年人。警方嘛强调讲，公权力无通互你挑战，对着任何恶意闹代志的民众，绝对会办到底。